留步。改日再聚。改日再续。范公子来了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，石场里住上？正是，住的4人间，同屋还有3位考生，这是姓名。杨万里、程嘉林、侯继常，家事正在核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还有大人，这是石产力入驻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，请过目。这都查了，未雨绸缪嘛，万一大人用得上。还喝酒了？与3位考生相谈甚欢，喝了几杯，酒量倒是一般。这会儿人不在客栈？是，人正在考院。离考试还有那么多天，这会儿去考院做什么？在砌墙。砌墙？用点心啊！来，轻拿轻放。慢点，好嘞。后边行，别碰坏了啊！慢点啊！大人请看，这些都是参加今年春闱的考生。那边过来2个。他们这干嘛呢？帮礼部翻修考院。翻修考院？那不是工匠的活吗？怎么让学子干？是。礼部尚书郭征郭大人提议的，说是学子众多，家境不同，京都物价甚高，贫寒学子活得艰难。所以说，这工钱与其让工匠赚，不如让学子赚。正是，自愿参加，既可以提前感受考院的堂皇气象，又可以挣些银两维持生计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位尚书还蛮体恤民情的。大人，那位就是郭尚书。他这郭大人还亲力亲为啊！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呢？卡那儿了。这儿有一画室。确实啊，翻修考院既是功业之德，自然是要华夏留念。朝中某些大人确实有此雅趣，有点意思。那大人，咱回艺术，咱也画一个。石场力呢？大人，那就是石产力。他这也是画像呢？这没看着有画师啊。部位倒是不严。部位自然护的是尚书大人，没人在乎这些学子。里边再过来2个人。贺宗伟，想不想入官场啊？若能出人头地，你可愿以身犯险啊？敢问阁下是？大家都小心点啊！师兄，哎，阁下是？师兄把我忘了，咱们见过的呀。咱们见过吗？师兄是不是住在同福客栈？那倒是，4人同住，没错。家在边境，史家镇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跟你说过啊？那天醉酒，咱们聊过几句。啊，那晚有兄台吗？在茅房的时候。哦，那晚我喝多了，没记事儿。
师兄这是手头拮据啊，确实不太富裕，农病相连啊。侯继承，兄台是姓甚名？师兄啊，这位是师兄朋友啊，都住在同福客栈，之前见过一面。师兄，你不介绍一下？这位是我同屋的侯兄。侯继承，侯兄好，在下姓范。范兄好，同住一家客栈便是缘分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二位谈兴了？哦，那倒没有。就是刚才看见师兄一直握着手里的青砖在那发呆，不知为何呀？我也看见了。师兄啊，我来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大老远就看着你坐在那儿盯着2块砖一动不动。郭尚书就在那儿看着，就算是累了，也要装出辛劳的模样才好啊。我倒是不累，就是砖啊很奇怪。啊？砖怎么奇怪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，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。所以呢，新砖，旧砖，听出来吗？这旧砖听着像胶铁。铁，这是上好的金砖，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，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，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。哎，还有你们看，这拆下来的柱子，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。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木头，太普通了，极为普通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礼部翻新考院，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？师兄如何懂得这些？啊，我家乡都有行商，这些我都亲眼见过，绝看不走眼。师兄，此话切不可再讲。为何呀？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。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，免得他被人骗了。此事与你我无关，最好视而不见。可是，相信我。你们两个，哎，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声些！别见怪了，他俩老这样。你堵得住我的嘴，你堵不住天下这妖巫。算我求你了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兄，喝水，多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泉州杨万里，在家乡颇有名望，乡试名列前茅。我等4人啊，杨兄才学最高。杨兄，幸会。幸会。我这就去请你少读些书吧。就算是告发，我们的话谁会听啊？听说小范大人，现在你认识小范大人吗？我可以认识，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们2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？郭尚书，人家2人共同掌理春闱，要是早有往来，又当如何？我明白你意思。你的意思是，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，狼狈我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忍了，莫再提这件事了。如果这都能忍，那读书何用啊？就算要管，也不是现在。那是何时？杨兄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，那你现在做官了吗？没有。要管闲事，就认到我们也是官。读书人何至于此？因为都是这般。告辞。哎，杨兄，杨兄，明明是个书生，还跟莽夫似的。哎，老兄，你刚才说这来这做工也是为了做官，何意啊？啊，没有，生活拮据，赚些吃饭钱罢了。除了钱财，
侯兄在来之前还交代过我们这其中的关键。师兄，无妨，师兄都是学子，是懂得分享。侯兄说了，咱们来做工不仅仅是赚钱，也是为了露脸。露脸？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。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，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。记住名字。范兄，你看，这么多考试的学子，若能被记住名字，就等于留下了印象。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，说不定就能多看一眼。那还是侯兄想的长远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些人哪有机会上榜啊？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。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届项满试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？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里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范兄也是啊，听我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唐章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，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？陈嘉林呢？啊，问萧史料呢？我叮嘱过他了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想想啊，是真没意思。干活去了。师兄，谨言慎行。范兄，帮个忙呀！侯队长，哎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搬了这么多趟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辛苦了。你怎么歇会儿？一上午看你没喝水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应该的啊。不用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再帮你多搬几趟。走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够了。哎，范兄，来，吃个饼，你自己吃啊。那行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好嘞，多谢啊。哎，小范大人，郭尚书认得我。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。那个，这次春闱，郭尚书才是主官，可别喊我大人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，他日必将一飞冲天啊！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？路过也想见见郭尚书。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。快走！不必辛苦。郭尚书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请讲。这考院翻修，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太次啊，也都经久耐用。这么说，郭尚书都知情？要说不知道，岂不是儿笑话？这翻修考院，户部可拨了银子。那肯定的，户部不拨银子，谁敢动工啊？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应该还有些结余。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。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，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。
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，立志要惩贪除奸，郭某是赞不绝口，绝不可能明知故犯。这次重修考院，没有1000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，郭某问心无愧。小范大人如若不信，便可细查，咱们礼部配合到底。钱财账册都在，专没在库房，绝无缺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郭尚书这么做，图什么呀？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，自然不能尸位素餐。咱们为官之人，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。懂了，这翻修就是实事儿，实事儿就是政绩。政绩，这词儿用的巧妙啊，以前都没听说过。政绩，还给自己画了画。哦，证明郭某做过此事，以后也好有个纪念。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？礼部人也不少，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。逢年过节买些酒，买些肉也是应该的。您说呢？库房里的砖木呢？咱们为官清正，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，也要整修整修。用库房的砖木，绝都合规矩的，绝不违律法，都在规矩内。那肯定都在。郭尚书为官多年，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。为官清正，但也得活命不是？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？他们知道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了，参你一笔，也是个麻烦。小范大人，刚才都说了，全都合乎规矩。再说了，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出梅啊，在这个名册上的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为何？这些学子心思狡诈，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？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岂能录用啊？只是想想也不行。读书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。正像郭某，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。若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，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。小范大人品性最重要。就像我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。您想做什么，我没意见，按你的来。侯继常啊，你可真能干呀！是啊，侯继常，你也太卖力了吧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呀，侯继常？这来来回回好几千趟了吧？真厉害呀，侯继常！侯继常，来活一下来！侯继常，明亮天光，地协社稷，宰臣之任。张善战道，积浊营情乎善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志也，达乎天地。哎呀，这些学子们啊，到了京都租房就不便宜，这家境贫寒的，就得想点赚钱的法子。人是真不少啊。
那是啊，天下读书的种子，这会儿都在咱京都了。这菜真新鲜啊！看看。还有这岁数来考的，这肯定是考了好几回的。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来。大浪淘沙嘛，总有那不能如愿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春闱是什么？那是国之恩典，还有呢？这就是大人所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。是啊，多年寒窗埋头苦读，为的就是这么一次机会，一个本来应该公平的机会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。春闱舞弊，你听说过吗？哥子，够肥的，这监察院的吧？这一看就不是跑远道的。我就没拿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别跟我打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在上位，你随便说说。下，在下位，学上，正起而不求于人。那我就随便说说。则无怨。这春闱之前呀，很多学子那都已经登门拜师、卖身投效了。这些人考都没考，就把前程定了。考场不过就是走个过场。来百公里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得道立，尊贤得你看这一段跟书上一样，还有这一段。那他们呢？他们，哎呀，没这个命。这些事儿，监察院不知道吗？多少也知道些。不是监察百官吗？这都不查。能收门生的，那都是真正的大人物，不好查。有些那根本就不敢查。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。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。这不公平。那叫什么客栈来着？同福。范闲去了？去过了，人没在，又去了考院，找那个什么史产力，见过了，不过好像没怎么聊。咱们的人远远看着，说史产力神情不见悲痛，这史家镇全灭的消息，他应该还不知道。什么都没告诉他，那去干什么呀？是啊，白跑一趟。也不知道这范闲到底在想什么。大人，想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想什么，没几天就是春闱了。这个时候知道家乡没了，史产力还怎么考啊？等等吧。一处也守着呢，等他安心考完，再看看该怎么办。大人，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又哪儿不一样了？这要换做其他大人呐，谁会在乎这些？总得把人当人吧。到家了吗？
会儿下来看看吧。就是敬仰小范大人啊，一点小意思啊，收下收下啊。那不是辛弃物吗？嘿嘿，没错。好几位看着都眼熟，朝堂上见过，这会儿都穿着便服了。穿官服那不是不好看吗？我那点心意啊，都在里边写明白了啊。告辞告辞。小范大人不收礼，不收礼，真的没了，你拿回去吧。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！别管。都是下人的。放这儿啊！拿个软胶啊！这都是为了春梅啊！嘿，可不是吗？走吧，绕后门。殿下，这不对呀，这范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谁让咱们是从后门进来的呀？那也不能人尽全无啊！没人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范府遭遇变故。说明我们没来过。这范闲的院子在哪儿啊？要不搜一搜？哎呦！哎呦！这转起来了。老爷，太子登门，你怎么把下人都给撤了？后门来的。前门后门来的不都是太子吗？你把人撤了也就算了，你也不去见一见？不是找我的，不方便见。官场浮沉，哪个字最重要？哪个字啊？稳。且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霜。与己无关之事，少掺和最好。哦。老爷。那太子亲自登门寻范闲，为了何事啊？还能有什么事？春闱将至，打招呼来了。那为什么走后门呢？自己好好琢磨。你琢磨。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。范兄，对不住啊，刚才这东西他不转了，我寻思帮他一下，结果可能帮猛了。那什么，不行，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。说笑了，殿下还是先上岸吧。好。太子什么事儿亲自登门啊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我都可以。我是来劝架的。我跟谁打了？你跟二哥斗成那样了，禁足半年，作为亲兄弟，我心里能舒服吗？不得来劝解一二啊！这是假话。还能再假吗？那真话呢？真话呀。
有人喊他吗？心诚则灵。真话。你让二哥不痛快，我心里很是痛快，所以啊，亲自跑来给你送礼来了。殿下这是真不拿我当外人。你跟二哥作对，咱肯定就不是外人。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？金银首饰、名贵药材，我就都备了一些。多谢太子，我都喜欢。洒脱。哎呀，太子殿下不是专门来送礼的吧？主要是送礼。主要啊，还有一点小事。有多小？几个小小的名字。那春闱使胡明、超路是由你监督的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呀，超路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足够了。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本来啊，这都是我下边人过来送的，后来我一想，咱是自己人，我也想你了，就亲自过来了，也显得用心。殿下真是用心了。哎，史家镇有活口啊，这都听说了。这事儿跟二哥走私有关系，我自然惦记在心里。后来怎么样了？那人是个考生，暂时没说，想等着先让他考完。按你说的办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莫送，我能找出去，反着箭头走就好了嘛。大人，林相府遣人捎信儿，请您挪步登门。相爷，您瞧瞧这个可以吧？可以。师伯，不必拘礼。来，你帮我看看。啊，哎呀，这最近胡子白的有点多啊。是有些。啊。哎，要不你帮我拔几根？我拔。啊，自己不好动手的，疼啊。来，再拔，拔！再拔，拔！不拔了，不拔了！师伯，也不至于这么疼。哎呦，我是吃不了苦的，我更怕疼啊！怕疼剪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剪了还长，拔了治本啊！哎，今天就拔到这儿吧。啊，相爷，此人身世清白。可以。范闲，你看我这胡子还算齐整吧？精致。这做官啊，跟做人一样，细节处要留心，最要紧的是不露破绽。
师伯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宝爱吃红果，给他挑点好的。大宝吃起来嘴急，我怕里边的核啊硌着他。小范大人，下人做这个，相爷呀总是信不过呀。太子找你了，传得这么快？给你送名单。是。他说胡明朝录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确实不用你做，有别人动手，你只当没看见。没看见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让选定的人金榜题名。胡明抄录的时候，就把人选出来。选中的人必定上榜。那要是文章不好呢，就没有人质疑吗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所以你这个位子极为关键。你可知道，各部百官、皇亲国戚有多少名单要送到你手上？知道啊。这些天啊，都是来送礼的，没一个留名字，每个礼盒后面都带着纸条。那些都不入流，有分量的都在这儿呢。怎么在您这儿？我拦下了，让袁先生帮你筛选了一道，名字精简了不少。你记住这些就够了。封闭垂直，会做学问，更要会做人。慢慢就习惯了。见过郭征了？师伯这都知道。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，郭攸之入狱以后，暂领礼部尚书一职，春闱科举诸般竞技，你得多问问他。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，只是不怎么谈得来。师伯，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，这不合规矩，毕竟多年为官，都摸透了。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，你将来也得学学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狠心过了春闱这一关，你未来仕途不可限量。太子去见他了。坐着。是。之后范闲又去了林相府上，上赶着打招呼啊。殿下，咱们这儿也好几个呢，要不然也送一份。今年不了，这可都是对您效忠的学子。今年凭运气，这坑都挖好了，咱们可不能自个儿往里跳。哎，你说，今年春闱，范闲会按照往年的规矩行事吗？多年的约定俗成，谁还能坏了规矩啊？他不一样，别人习惯的呀，他未必习惯。
老王，在呢。刚听说春梅舞弊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真动了心思，要把陈克击毙一扫而空，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。大人是忧国忧民呐。可才这么一会儿，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要跟老二斗，离不开太子的支持。林相就更不用说了，春薇之后和婉儿成婚，这就是一家人。他们给的我不想接，但不能不接。大人是情非得已呀。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，要我忍一忍。我若是忍了，将来也就习惯了。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？我此刻出了头，那就是满朝皆敌，刀剑如雨。要不我就忍了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？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如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没那么特别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大人问心无愧啊！本来就问心无愧，我本来就问心无愧，犯错的又不是我。大人，没有人与您争执啊！大人，什刹那几人并无异常，您知道？我就是看看。大人自己去。来，实在，吃完再看。起来，来。杨兄，你是范兄？是。杨兄怎么不上桌？这是自家带的，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。这是借书下饭吗？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？范兄，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不用。杨兄有些拮据。范兄说话太委婉了，就是穷。小二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盆牛肉，来壶酒。客官您不上桌吗？上什么桌啊？就这挺好。哎，好。范兄，你这是？哦，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。哎，不必如此。一饭之恩，当谢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那有啊。哎，
范兄见笑了，这太久没吃肉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常有的事儿。那我自便。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，你想做官。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想，做梦都假。是为了录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？不是，因为我忍不住。范兄，这科举不公，百官舞弊，外面恶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？可是呢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侯兄让我忍，可我想，如果这世间不公，我也能忍。这圣贤书，不就成了废纸一堆？所以范兄，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我想做官，是因为我不想认。杨兄这做官的愿景，可是条死路。死路一条。可是范兄，我这人读书读傻了，认死理儿。见笑啊。杨兄，老邓辛苦啊！这2天接着盯客栈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职责所在。走，咱们走，回府啊，去监察院。这会儿咱去监察院呢？又想看碑文了？说什么？想记住谁说？我又听见了。不是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思虑洞达啊，志如渊海。大人真神人也！走了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范闲，你看啊，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。让开，光了。舍不得烛光钱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
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庆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他还是死了。但是，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的不够强烈。唉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闯祸的人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去吧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。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。什么锅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。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？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。范闲让你传话给朕，哼，老奴也觉着匪夷所思。你看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小范大人这么办事儿的。传什么话？他恳请陛下传令唤他入宫。传。哎，遵旨。范闲，小范大人，宫统领，有事儿？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陛下召见。现在，按规矩，这时辰，外臣不能入宫。陛下的旨意才是规矩啊。职责所在，公公见谅。心神不宁，特地调配了一些烧伤药，还有啊，您每日操烦国事，臣还准备了一些安神补气的补药，这个每天晚饭后熬煮服用。这烧伤药是外敷的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你说你心神不宁，朕怎么不信呢？朕已经被炸伤好几天了，你现在才来？调配药膏花了些时间。还有，你想让朕召见你，干嘛绕这么大圈子？给谁看呢？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陛下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陛下，您相信臣吗？想说什么就说。陛下知道春闱舞弊一事吗？臣自做了居中郎以来，每日收到许多纸条，纸条上写满了名字，而这些名字都是被人事先选好、预定要金榜题名的。接着说。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。你要公平，找朕干什么？臣怕牵扯太深，臣一人担当不住。放眼庆国，能挡这场风波的，就只有陛下您。
你是想让朕当挡箭牌？不是为我，是为庆王。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赖明成啊？对赖明成的死，你是不是心有怨气呀？是，不该有。是，你倒挺坦诚。冲你这份直率，这剑朕给你挡了。谢陛下，那臣先告退了。哎，把药给朕敷上。陛下召范闲入宫，这时辰，若非大事，绝不会深夜召见。没看错，宫典亲眼所见，他也觉得非同寻常，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过来。那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？宫典说，连侯公公都出来了，里面说了什么，再无第三个人知道。连侯公公都出来了。可以了，让宫典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往下问。他的身份至关重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向我传讯。是，就是不知道陛下到底和范闲说了些什么。说什么无关紧要，深夜召见又是单独入宫，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。陛下，这事儿啊，我实在是办不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，确有此事。那陛下有交代什么吗？陛下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那我也什么都没问。殿下，这次春闱啊，还是各凭本事吧。本该如此。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我猜你啊就会走这条路。为什么？你怕见人呢？这不证明咱俩有缘吗？小范大人，我在军中的时候呀，欠了些恩情。这几个名字呢，还请小范大人照顾一二。抱歉啊，人数不多，还请小秦大人帮我往外传话。什么？本次春闱不论门生，只看才学，不论谁的名单，我都不接。昨晚陛下召见，可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哦，明白，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猜。师伯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春闱这事儿啊，还得按规矩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我知道陛下昨晚召你入宫，这会儿所有人都会认为
是陛下让你如此行事。我了解陛下，以他的行事手段，要么动如雷霆，扫清一切诸般弊端；要么草蛇灰线，伏没千里。哪怕水到渠成，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，绝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，最后还不痛不痒。这不是陛下的手段，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。世伯真是了解陛下，没人能真正了解他。经过历代君王，如今这一位最能看透。哎，世伯过谦了。别转话题，问你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我就是想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，有理可循。京都百官都盯着春闱呢，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呀，这不拿陛下顶多了吗？我不就看穿了吗？我若说穿，你当如何自处？是我可是自己人啊，总得留条活路吧。我凭什么饶你？就凭婉儿非我不嫁呀。没了你，大不了往上再找一个。师伯说的对，师伯消消气。真不明白是命数还是劫数。婉儿怎么就能看中你？我也挺优秀的。让春闱有法可依，图什么？啊？你这么做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其实世伯上次说的话，我听懂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嘛。所以我也想过，随波逐流，与世浮沉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看不惯的事儿嘛，忍一忍，将来就看惯了。但是不行啊。我夜里睡不着，心里边煎熬。有3个字，就那么翻翻滚滚的，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哪3个字？不公平啊！那是4个字。最后那个“阿”字不能算吧？都是读书人，遣词用字亦当谨慎。下次一定注意。不公平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哎，你说这个世上有公平吗？没绝对，有相对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好比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家财万贯，有的人一贫如洗，有人才思敏捷，有人大智若愚。而春闱的意义就在于给了所有人一个相对公平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要是连这唯一的一次机会都不再公平，这世间该有多荒唐！好吧，就让京都公平一回。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，我都安排好了。
春闱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。你为他们争公平，别让自己落陷阱。范闲，如果这个世间就这么荒唐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不用回答，问你自己。去吧。公平。小范大人，郭大人，又见面了。一直在等候小范大人。哎呀，这个郭尚书所知规矩甚多，我这次来找您呢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春闱相关的规矩。林相都提点过了，千万别说请教。小范大人那么聪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参透的。我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小范大人能者多劳，春闱之日，事务不少啊。开考之前要稽查举子之责，春闱3日要在场内监察巡视，春闱后还要监督胡明抄录。春闱科举是本朝第一大事，规矩忌讳多不胜数，光说不过来，就都写下来了。一应细则尽在其中。小范大人，只要费心看一看，可保春闱当日再无疏漏。如此厚恩，何以为谢？哎，小范大人，啥？过来，啊，去那边。这柱子。啊，那直。郭大人，哦，孙大人，春闱在即，忙啊，忙。您忙。郭大人辛苦啊！谢谢。现在就盼着小范大人早日著书立学，郭某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就多谢郭大人了，告辞。小范大人慢走。怎样？你在后面没听到？范闲身手不俗，小心起见，我可不敢靠近细品。可惜了，你没有看到小范大人感激涕零的样子，我那会儿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啊。你给他那册子都写了什么呀？春闱上的各种规矩细节，该写的我都写了，绝不能在文字上故意犯错。这是对的。范闲为人啊，谨慎得很。不过，像春闱这种大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。既然不该写，那就自然要留白了。还要请谢大人转告殿下，有我在，春闱上定让小范大人犯下禁忌，大罪不敢说，要让天下学子对其敬而远之。郭大人就不怕得罪林相？怕是怕，只不过郭某的那些把柄没在林相手上啊。殿下说了，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，禁足之后
当亲自登门致谢上书，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。就请殿下等着看好戏吧。人到了，在屋里呢，都安排好了，没人看见吧？躲开了府里所有的人，您放心，没人看见。真是饿坏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一趟从北齐回来呀，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幸好我跟老郭绝代双骄，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，各施巧计，这才虎口脱险，重返京都。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呀。英雄惜英雄。少爷，您看您这都荣归故里了，我得请您吃个饭，接个风，咱俩商量商量吃什么。哎，我请你啊！哎喂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吃，我请。来吧，是啊，咱中气这么做。什么呀，咱？我请。我的潜伏日记。辛苦你了。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。是这样。春闱将至，我有监督之责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春闱有许多禁忌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也不清楚啊。但你爹曾是礼部尚书。你想要我爹帮你，所以让你回来，看见你爹才能放心。哎呀，这么早就开始计划应对春闱了？其实老二提出让我监督春闱之时，我就已经在准备应对之策。现在看来，时机刚好。你们啊，一个比一个心黑，是心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救我爹？我来安排，过几日先转入监察院大牢。那还能救得出来吗？我是监察院提司，你觉得呢？不过有一点啊，你爹结党的罪名并非是诬陷，我可以保他性命，但是再想做官，是不可能了。我知道。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同我爹讲，让他把知道的春闱的诸多事宜跟你讲清楚。这是什么？现任礼部尚书亲手写的册子，春闱的诸多禁忌都在里面。但你不需要我爹了。恰恰相反，这册子就得你爹来看。你是怕这本书里写的有陷阱啊？小心为上，有没有陷阱，令尊来判断。行，那走吧，去救我爹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。司者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们俩都辛苦了，先休息几天，注意别被别人看见啊。那是自然，十分小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吧，首先欢迎二位回家。是不是有些尴尬？是不是有些味儿大？你俩要不洗洗，都臭了。我臭吗？哎，行，走走，我给你搓搓。走，快！这怎么也没个守卫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这是刑部大牢，这儿你也管得着啊？这点手段还是有的。那你既然这么有手段，你别光想着给他送吃的，今天把他救出来得了。你别急啊，等转到监察院就好办了，就1-2天的事儿。放宽心，这回不骗你。你都骗了我好几回了。郭少，怎么你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味道不对呢？我洗过了。你还是闭嘴吧。